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南投的信义乡有真侪农产是无雨水，也毋过新乡这个部落伫失去水源的状况下，在地乡只是想办法把水汇集，然后分区甲分每日轮流来配水，勉强会当维持着民生的用水。 信义乡真侪部落面对无水通好用的困境，农作物无法度收成，互农民要靠无目屎。已经种差不多1个多月了，还是长那么大。它的生长期也快到了。可怜啊。就是没有长大，你要怎么办？我要拔掉，重新种啊。可是这都是你花的本钱呢。没有办法啊，你印钱也是没有用。想哭的。 新乡部落的建议自来水管理委员会特别去10公里外水源地，用抽水莫达甲珍贵的山水来提供部落分配使用。抽水马达，抽水马达，那看之后是不是的话，政府还有经费，那看是不是再另外再做一个。 新乡部落除了拜托县长林明珍赶紧建置灌溉公线，家己嘛来争取珍贵的水资源。 想办法要送去部落，提供居民民生和灌溉用水。不过嘛真烦恼，天公伯啊，若是阁不爱落雨，山区的农民就有可能互疫情和欠水来拍败。